大清早老太婆到啥地方去了？我大概洗我去了。哎，不要老太婆挂在嘴上，邻居听了都不通情理嘛。哼，啥个情理？情理值多少钱一斤？你死对噻！哎。这几只篮子能卖多少钱？有几只篮子店店就发臭了，恐怕别问这几只连买毛子的本钱都不在港在。这个家呀，靠你上手，本钱再多也是个无底洞，老的不是，小的不讲，八缺八十，早晚几句吧。对呀。早起来染个不停，还不一吃哩？咦，我刚讲啊，我讲了半天，你还不吃啊？你想早饭啦？好，我不听，我回去。那么我得向梅老板家本钱，你看，去早饭吃。那文气，死文气，只为吃饭，只为下班。阿珍，快点！哦，妈，那这是来你吃吧。阿珍，快点！啊，来了。妈，我去了。你到哪里去啊？今天买点药。啊，买好药早点回去啊。花洋洋嘛，啊，菊花姑娘，哎。
多少一张啊？2个铜板。哦，2个铜板。买春了，买春。真要啊？不要。这是好笋。老妈妈，你买笋啊？这是好笋啊。哦，这笋很好。就是铜板不够啊。你喜欢去拿着吧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在你守护自家的拿着。哦，下。最好。下。老妈妈，好。这个花买好好。大也好的。来花样吧。哟，好漂亮的绣花，宋洁金哥哥这下子怎么拿来卖啦？你们这鸳鸯学得像我弟一样，是该真法。花絮的好看，这人长得更美。你们想做啥？买菊花，买菊子啊！哎呀，买你这个人嘞！来孙喽！3里老黑龙家乡是你啊！你看，这脸长得这里。大家我们买，众目睽睽，光天化日，尽管讲。他娘的，大人喜欢，关你屁事！路不平有人修，事不平有人管，我让你滚！老天，我来死！当姑娘快追吧！快追吧！三里大哥大姐，你买啥？好，你今年有为这好事，我看侬要教勇噻。教勇？刚才那个姑娘大姐，你在想些什么呀？不要假词假爱了。咱一道动身嘛要去山里，修嘛要讨真理，不错的呀。我苗头已经割出来的。你是刚才那个姑娘？我是山里人，镇江的。山里人怎么了？哟，我看侬远况好像好子龙，一婚又是富儿郎，这个姑娘举头儿女，冒浪在两江上。老兵当着几子来。但是我还不知道他姓任名谁，家是哪里啊？这有为啥能担心？这月经几日里，这家有奴，那家有女，巧子都被光棍寡妇，我肚里都有一本西藏呢。大姐我是靠这样吃饭的嘛。三里大哥，空对空是没意思的。侬哥哥有啊？你是杨姐？有。那么媳妇10块银呀？好。那好。哟，刚好个生
是第一次看到你。你习惯拿着吧。好，这2天实在忙，都那天上东上干嘛小菜？哦，3天，这你回应啊？3天。啊，梅老板，梅老板，你再加我一次吧，我生意做好，新账老账连本带息一起还你。哈哈哈哈！呸！你也想赚钱？哈哈哈哈！我看你呀，回去了认真，倒霉倒到头顶心在，侬能赚钱，我每次倒转来下，回去归。你怎么了？快起来！大哥！哦，这句。阿哥！哎呀，小心嘛！那么现在没力气了，再说个钞票啊！娘啊，老板，他年纪小，没爹没娘，你去银行，不要打了。啊？好，看在姑娘份上，挑水去。大哥，快醉吧！来，快醉啊！阿哥，我醉了。阿哥啊，这是你妹子？你想嫁钱？是啊。3天之内我送钱上门啊！真的啊？多谢梅老板啊！对。这天是上好毛主变的，家庭便宜，快买呀！这便宜的好啊！嘿，这已经够便宜了。表一张啊好。去看看篮子吧。看，走吧。来，拿出来瞧瞧。妈妈的，这算什么东西啊？走吧。阿爸，怎么样？梅老板3天之内送钱上门。真的呀？我送上门。是。那么好的，回去见夫妻呗。宝宝，瞧呢。
娟回来啦！哎，哎，爸爸，哎，快吃完吧。哎，娘，吃好饭，我请你检验。哎，越吃才病，凭什么不让我们吃饭？我不吃。吃一点算了。我不吃。哎，都18、9岁的姑娘了，还那么任性。你不在这里过一辈子，省着点啊！娘，老省着点，省着点。我可以睡。你怎么办？咋就不讲？侬更加漂亮噻，可样子啊，又要嫁人了？哟，要喜欢了，老太婆了，想嫁也嫁不成。金嫂嫂哪里发财去啊？我是特地找你呀，特地找我？哎，我儿子玩笑，还不到他老婆个人光啊！我儿子玩笑，小姑却不小啦。哦，有人讨你做媒？啊，宝妹妹。
哪来了？阿宝啊，只要娘商量一下吧。还要跟老太婆商量，他能把你妹子养到老？要是这天不肯去呢？父母之命，妹子之言，长兄为父嘛。我这个少少这了也得说。桂花姐，拿定洋来。好，先付8块定洋，18丁丁就这样敲定了啊！不是大洋，分文不能少。侬放心。胡大哥，胡大哥，胡大哥。哦，是小宝啊。这是我娘叫我拿来的。哦，妹妹一到，叫他当点心吃。嘿嘿，小宝啊，你有个娘，真是好福气啊！好，拿几个吧。多房子，当妹妹吃保险，好为你讨老婆多出点力气啊！你这调皮鬼，大夫，大夫，三叔，大夫，哎，我给你3亿找了户人家，让你去做招待女婿。去做啥门女婿？不去。哎，大夫，你又忘了你是外来户，你爹娘挑着路单导黄到这里，历经着沈家的天家，踩着沈家的地，你这是深山狼哦，谁愿意嫁到这里来？你就不要挑挑拣拣喽。他们看不起我啊！我就是要讨过三亚的姑娘，让他们看看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要打发天色梦嘛！如果3位姑娘已经上大吉在，三叔公是真的，妹妹就要来了。小宝，大夫，可你不成吗？什么味道？哎呀，哈哈，烧完不放水，等你烧成水。胡大哥想老婆嘞，小宝你胡大哥想老婆。结束，这里小子不错，你嫁到哪里呀？你不好想嘞，你还是等去吧。你倒是说话呀！哼，好心给你找了份国家，你不去，想拉在这里过一辈子啊？做梦！你啰嗦了半天，要去你自己去，我是不去。啊！叫我去啊！阿哥哎，你个晦气鬼，侬听听，叫我去嫁给山里了，这种没规矩的话也不说得出来，老天没眼啊！哎，不是说你人不好，这样的大事也给我商量一下。商量？同你商量？你只要去买，哪能做啥事情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说你，你们一老一小想得起我啊？没个便当。
只要人之多，能叫鬼推磨。如今这个世道啊，怕就怕这越见越是四个字啊！你算是明白了。也是的，梅老板能亲自送进到我们屋里来啊，是看得起我们，少得不可马虎。也是的。老太婆，和啥子王爹？哦，来了来了。啊，梅老板，你来了，请，梅老板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好嘞，好嘞，好。哎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哎，那进来，可以，哎，说啥子？来，这是啥菜啊？哎，阿嫂亲自上早，辛苦你了。没什么。哎，为何不见你家灵梅啊？他在房里绣花。哦，梅老板，稍等啊。哎，好，他把节目拿来。金家很客气嘛。老太婆，或者晚一点。哦，我还雇了一个老佣人，
做人辛苦呀！梅老板，来，去，跟兄弟呀，那这是200大洋的银票，要用随时到钱庄去取，拿着啊！梅老板，这么大一个数字，随我他玩不起。呀！阿根兄啊，这银票是梅老板送给你的。一层层关关你我永同放镜子里菩萨比肩忙过定，大事不急。跟兄弟啊，这200银钱的银票算是小意思啊。等灵媒过门的那一天啊，再给你一个大数啊。以前的账一笔勾一小，以后缺点什么，尽管开口啊。梅老板，你是啥？我没。阿根兄，只要你每次和老板一认清，再给你这个数。梅老板，让老前台就永远也不一定。哎呀，梅老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没关系，这样抢人家当的吗？你为什么不走啊？梅老板，这银票我不要啊！误会了！哎呀，老太太，哎呀，不是在做瓜子吗？梅老板又不是故意的。是啊，误会了，我不晓得是啥模样啊！你这个滚！哎呀，你管，你管，算了，好，你是，好，金阿根，好啊，你欠债不还是我人吧，我告到官府向你有罪。
老板也别再要人，这是人心不让我们母女文明啊！我这一岁，你该怎么办？亲亲于民，只要你到了父肯，为娘死而无怨。娘，不就。这女风风
醉了啊！娘，我醉了啊！娘，这是些你累着，别打了，路上好用。娘，快醉吧，娘。去吧。好啊，是老太婆脑筋动得蛮好，推推把女儿放跑，男人让我们来做啊！哼，没个便当。阿哥，你也是到外面做面香去。山里人不肯写，梅老板也不好娘，万一闹到家里来。上次老太婆去当家。哎呀，娘嘎到个年纪，万一……哼，啥人叫他房子女儿？两地加工，上头我就在。那。哪个？对，我送你到城去。老太婆，孩子抱起。先生，我说个名。好，侬请坐。啊，请把私人八字报来。啊，今年20岁，这样7月13日未日生。这个我来，大姐，侬是为日之阳。侬阿伯和小姑是寅日之虎。哎呦，大姐，侬屋里是上下和睦？哎，我还和睦嘞。哦，这里个咯相貌不断。哎，是个，都不能先生吹倒的。先生，快讲下去。好，各位大姐侬听哦，慢慢逃来。哎呀，宝宝啊，宝宝，快起来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也是他？刚才我好啊，真记得20家多岁了，说你先生说的真，你这个没有习惯的老东西，今天把钱搞错，两个爸爸胖胖，你玩事啊，狠劲啊！这个人家被你搞得七颠八倒，你还不关心啊？我怎么啦？我丈夫为你出门都在，你就像没生儿子啊？气死我啊！你是鬼神啊！打死我！老天啊！
那么个现在姑娘到手了，把金爱给我找来。老板，阿公也逃得无影无踪啦。哼，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，想叫我做日本生意，想都不要想。我看把老太婆拿来抵债吧。啊，混账哟！我要老太婆来养老，我要姑娘生儿子。哎。美不大气，美不大气。这是定亲节，晚于一包，等娶亲时再付吧。美不大气，这是山里人的选情，事情一定要办牢靠呢。哟，三只光，我见过块桌子，从来是18上怪物去硬碰硬过，你尽管放心好了。我听人说美博士疑心雅务好个嘴。呸！小兄弟啊，侬不要称我妹妹好吧？你经常去跑过山上落毛的，吃过文化鱼那的，吃得个是啊，不会做个啊。3万个姑娘，我已嫁到山里来，心意总不他长。呀，这就是缘分嘛。可你们呀，那是仙人下凡喽。三只花，你并不是菜地，花椒一刀，叫你快花一起拜托，美国大气了。哎，下面见不可忘家。新娘一到，给你红包。好，吃过中饭，我马上去走。请坐，请坐。哎，点心们早起来，咱们跑出来。我是定亲来的人。哎，等我被老太婆放不个了，我一定个多年轻啊！啊，啥？你都到这了？哎，我离龙在7点8到，像土杯的高，2点发个皮啦。你不能做什么？到
当初就不该说我听呀！我是在山里老面前吃了大话，夸了海快的，你不能叫我在美里等美江呀！有一个办法呢，要不管你领呀？我不要领呀，我要你！哼！哟，到快那样就要你呀？哼！啥事情？那个老头头也不管。老太婆，哎，阿伯，我倒有个办法把个老太婆啊！事情很大，要个办法。哎，难道上再把花花的名字从你手中掠走？哎呀，山里老好对付，土头土脑，哎，到里面去商量啊！哦。大哥呀，大婶，大哥呀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大婶，老半夜我来吃香，不要我了。唉，这么小年纪，往年的日子可这么苦哦。快吃吧。大婶，我来拿。我
这里，儿来嘛，新娘子的话难为情。我拿去啥花豆子？进行了路，只看上路。妈，今天为你做50岁大岁，媳妇得的，请我做生日。是啊，请我做生日，过去的晚上。关系不关于有我越长岁嘛。晚的位置。妈，水已经喂够了，我去关机。鸡已经惊聋了，妈，你就不要操心啦。妈，不，我不会下去。今天呀，是一定要好你。妈，今朝是你的50岁大寿，媳妇敬你杯长寿酒，一定要喝的。买得媳妇为君送，望得娶老一笔酒，人世也两不知，与家人不曾为妻别喝了这一杯，好，这杯酒我应该喝。妈，你也喝。来，你去看。今天要是阿根做卷在家，一家人高高兴兴，那该多好啊！小金婆两杯酒，你大人不计，小人多，里外操劳你最苦，恩德是在我提醒。不要再挖了，我老了，这个家要靠你们了。妈，不，我在这还不下。哪能只喝一杯呢？应该很糟啊！我不能再喝了。你把这杯酒是不是来自我的嘴？不，妈，好婆婆，亲婆婆分两一箩也中，也饮3杯长寿酒，方言得你我不惜。怎么样？你听得到？快，把我带进去。快，当心，把我带进去。快，有我拿来一把。快，这叫姐姐出家？快把你当车上。快，当心啊！快点，快！快把给力！当心啊！
放学哦，快，小心啊，放学。进去猜。我放学哦。快。好，去报告。哦，好。哎，七条。哪是？我看天都快亮了，索性向新娘歇歇，等到天亮了再八堂成亲，好请乡亲们再来热闹热闹啊！对，再说过这了事，快我新娘去往里歇歇吧！好。乡亲们啊，请明早再来吃喜酒啊！乡亲们啊，请明早再来吃喜酒啊！辛苦了，真是要来啊！多谢。大夫，你也忙了几天，起来了，进去歇歇。我不来。傅大哥，事情办成功了。哥哥。
美国大姐，辛苦你了，多谢了。哦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美国大姐，你谢谢。哎，哦，我就坐在这里风凉啊！你们忙啊！好。阿福，钱到信用去了，30个，钱啊。你玩假词讲的，你冒充姑娘你！现在，我你再看，我要你的命！你不要当死2倍过来的呀！哪来的姑娘好打扮，光天化日个阴天，冒充姑娘来人情，欺我3里庄稼汉，世上少有的好心人有面目我人间。花
这老太太被我媳妇骂出来，真是命苦啊！哎，深更半夜他本一声说，他会不会去？啊！大夫，大夫！大娘，你让我去吧。
边不用千里何人，当什么之人我人间。大娘，往哪里去？我送你回家。我为什么家？你那邪乎，别离去！还凭什么离去？外婆死了婚亲。大娘，大娘，众位乡亲，大夫我被美国骗了，大娘她被收买了，我是没爹没娘的错一个，他是水尽气力，有家难归。今朝我请众位乡亲作证，大娘。放心，风里雨里苦伶仃，也算苦啦，我们一起走吧大洋，我埋下你这老娘亲。其实应该喝一杯，来一杯，来，大家过一杯，来，喝一杯，干一杯，干一杯，来，好，来，乡亲们，你们都是好人，好人啊！
叔叔，哎呀，娘，大夫啊，娘，带你着凉，不要冻着了啊！大夫啊，哎，这么早就才去了？娘，才能的草药给你治瞌睡。啊，我去拿碗去。哦。大夫啊，快去完吧。哦。嗯。啊，你。哎呀，我年纪大了，碗还洗的好。洗的好。娘，哎呀，给了。啊，梅老板啊，好啊，哎，好。哎呀，第八个，这一趟辛苦你了啊，梅老板。哎，你看，前面就快到了啊！一日进过吩咐。好。原来比这要人。跟家去了。梅老板，第八个请，我来请走。今天没有空。你是还钱还是交人？你自己说。哎呦，梅老板刚凶做啥了？神马已经跑了，家长嘛有个主。我男人已经出门了，我又没向你嫁钱了。哦，还想哪张？第八个，你看呢？大王子。梅老板，第八个事情好商量啊！现在我没钱，等阿根回来，马上送来啊！哎，阿宝姐啊，侬记性嘎差，马伯伯的钱不是好怕用上啦？这想点啊！我去拿啊！这个人呐，敬酒不吃把酒嘛。哎呀，我受苦了，从来当生意当苦啊！阿宝，刚才的事我都看见了，你受委屈了啊！
啊，哦，好，那就最好啊！我要请客你，请客美容针，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哎，哈哈哈哈！第八个，这次是辛苦你了，我一定请客啊！请早一点放心啊！哎，儿啊，哎。灰气鬼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？老太婆也不见了。累这个老母在家守我，挂真是个灰气鬼了。老板啊，等我当今得到美子回来再洗礼去。好，此事才能成功，我重重有赏。讲好，儿啊，一定要当领导，一定要当领导。你要当。娘。咱能量好吃在，一个不是见的老太婆，用得上你不吃不喝费精神。绍兴家园个路，娘年纪又大大，在路上你也不来治他。耶，就生在他的身上，我哪个管得了？你，阿根公，阿根公，来。阿根公，来，阿根公，阿根公，啥事体？鬼头鬼脑的。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亲眼看见的，骗你是乌龟。这个贱货！哼！医生，娘在哪里？你娘在哪里？我哪个晓得？你完了骗我！你这坏奇怪，今天吃了包子弹呀，今天打我了，这次不够了！你打我娘在哪里？我就打死你！你往哪里去？来我娘，今日令我的三相思牵上你，一腔大真金色8千里长。今日要问我当是你，我的情愿在他头白脑。今朝阿根啊，整个发火嘞！不要打，不要打！你快上！娘到哪里去了？不然我就打死你！我是姐妹不走的地方。姐妹不？好，回来再到你身上。阿哥哥，在这里。姐妹宝，快开门！开门！姐妹宝，快开门！阿哥哥，你看。啊！哎！
姑娘醒醒，姑娘你醒醒，姑娘，姑娘你醒醒啊！你醒来了就好了。姑娘，世上一路千万条，你为啥要？哎，我没有路可走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天无绝人之路嘛。你是外甥大哥？嗯。哦，你是绣花姑娘？哎呀，姑娘，你大哥，这次你不该救我。哎，见死不救，还能算人吗？看你浑身湿淋淋的，怎么回家？啊，快问问衣服吧！啊，家，我是回不得了。那就先到我家吧。啊？我是你和我娘一起子。真的？是啊，是啊。山里人从来不会说谎。啊，那，哎。
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姑娘，快走吧。姑娘，快追啊！姑娘，快追吧！怎么害怕了？走！这是我的家，我们走吧。嗯。娘，哎呀，大夫啊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去拿碗去。娘，我在路上救了个人。哦，人啊，快叫他进来吧。哎，快进来吧。娘，我去拿碗。你到娘去了吗？娘去已经不死了。娘，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了？本家里
年当大夫治病，李子呀，快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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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来了，娘就放心了。嘿，那啊，娟儿，北大府的袄已经在冬天了。娘总想，没有大夫，我们母女俩恐怕早就不得人世了。娘，这话我都听过几十遍了，讲过了就不能再讲了。唉，做娘的肚里心事哦。娘，我有眼睛看得清楚，我有耳朵听得明白。哎呀，还是这个强的就闹的。哎，娘，哎，我看，哟，哦，娘，哦，娘不死了。快醉！哎呦，快醉！快醉！哎呀，哎呀，快醉！哎呦，哎呦，阿根兄弟啊，你娘是你老婆嘛的，与我有相关啊。这是8个天的十来栋哦，怎么能要得回来呀？不是，但是你出没话出，将山里人好骗，我不会骂掉婆婆的。耶，你这是给我李肉饼嘛？你是姐姐还良心，你反而又去上天里，你倒霉拉账，吃得害人，你呸！哼！不要吵了，就快醉！哎呀，要不就打断你的接头棍！哎呀，阿根。像你这样的人，30个也没有，就快醉！欢喜来是好上吊。
开始。开始。小兄弟，这里有几个铜板，给你买糖吃，你放我回去吧。你骂人良心骗人子，满路欢喜挖金子，那个大城鬼母子能说分，滚到人家呀子，有这心吃了我为人做了千百次，做门公道这个麻烦事。可是最为是不知，想起我老命小辫子。过来。来。哎，小兄弟，你拿大鸡拔吧。养老做官不公子，总也应得做好事。有说噻，他心中的是苦人，有说。规规矩矩过日子。他一本正经把家事，小赤佬对我好像亲儿郎子。来了，不要，我自己来整。哎呀，快点。啊！到了。奇怪，这飞进高的。啊！哦，不要紧，只要能抓不到，我还来得及。哎呀！